无上无半节课，连续拢做过10档，薪水一个8万几。哦，我感觉无啥理呢。如果你听到担任教师工会干部伫学校上课，一礼拜才上2节，得当领88000块，算算的一节课薪水高达11000块，有甚物款的感想？对此议员蔡友辉甲蔡淑慧的联合质询就表示，因为不断有检举函，所以嘛请应信5王国小校长前来备询，质疑为何学校长期的同意因请假，影响学生的受教权，更要求教育局爱介入强烈改革。我哪计奖金啦，就是要上班上课，到底走去工会无义啦，啊，咱市政府出钱啦，告你工会。爱事先要开会审核开的内容，事先审核有交工会会务有关，开当准假。为什么去担任教育产业工会的理监事？他们1个礼拜只要上2堂至4堂课，1堂课价值11000。局长，你卖做啊？你卖做局长啊？会中议员嘛考试教育局长归去，局长卖做去做教育工会干部就好，薪水也比局长较悬。要求老师一定要回归校务加教学，也无摆读3读教育局的预算。对此，政府发表新闻稿回应，将交予学校依照工会法相关的规定，核准约定会务的公假，以兼顾学校课务的需求。台南新闻，阮籍杨顺怀采访报道。